易網通提供嘅人才孵化服務點樣幫到香港嘅中小企？人才孵化服務分為兩部分。首先，關於人才招聘，易網通會因應企業嘅要求，可以改編寫出最合適嘅職位描述，再發佈到招聘平台上面。之後，我哋會收集合適嘅簡歷俾企業篩選，客戶覺得唔錯嘅簡歷，我哋會約線上或者線下面試。面試成功後，該員工正式入職。至於佢哋嘅工資結構、底薪以及各種福利，易網通會俾到專業嘅意見。無論客戶係咪有內地企業，易網通都可以幫助客戶完成人才招聘呢個動作。當客戶成功招聘後，就到人才託管啦。易網通會為每位員工提供一個舒適嘅辦公環境，每位員工都擁有自己嘅工位，辦公室內提供基本嘅辦公用品。同時，我哋嘅人才孵化基地都擁有會議室同直播間，方便員工們隨時使用。仲有易網通會幫客戶負責處理晒所有嘅人事問題，例如社保同公積金嘅購買、簽訂勞動合同、考勤以及假期等等。同時，易網通會同客戶一齊制定關鍵績效指標，即係 KPI， 協助監督員工嘅績效。最後，喺試用期嘅前3個月內，我哋會同客戶一齊開會，檢視翻當月嘅工作有冇完成，並且制定下個月嘅工作計劃。如果想知道更多詳細，快啲打俾我哋嘅客戶經理查詢一下。